咱平安，咱今仔日已经到2017年最后一礼拜，也是最后一日。今仔日下暗，若跨年过，明仔载透早醒起来就是2018年，所以内顶悬有人咧讲，绝对毋通今仔日下暗12点59分59秒去上厕所，因为当你机位搁出来时，就是明年啊。我想有真侪人伫跨年的时，有真侪无共款的计划，但是今仔日咱要看咱今仔日所读的即个经节，伫诗篇92篇一个真特别的经节。即个经节毋是用伫过年，嘛毋是用伫一个年尾，但是我要对一个故事开始。我会记伫我还阁细汉，迄个细汉差不多大概是国中的时，捌去找一个住伫苗栗的医场，我会叫医场。啊，即个医场真趣味，即个医场伊是客家人啊，我妈妈是客人，啊伊是伫迄个台铁咧工作，然后伊后来有真有兴趣去种植，所以买一块地伫苗栗，然后伫遐种油啊。啊油啊种吼，着种几啊年，伊的油啊实在是有够歹食，毋捌食过遮歹食的油啊。但是伊的油啊食几啊冬啊，逐年着拢食伊的油啊，食到实在毋知要安怎甲讲啦。尤其是阮妈妈讲吼，迄医场的油啊有够歹食，一摆佫寄有够济来。迄个油啊生着无好看，无食佫袂甜，甜乎乎，毋捌食过遮歹食的油啊。但是有一摆到伫有一年，咱知影油啊差不多是要挖中秋的时嘛，阮全家佚佗去到因兜，去到因兜的时吼，真奇怪，伊佫摕油仔出来啊！哇，即声逐个烦恼啊！因为知影以前吼，伊迄油仔会遮歹食，但是四过行，就是因为油仔无好食，要后贵佫伤济，所以拢要请人食，逐个拜托人会当食，但是去到因兜食迄个油仔，奇怪，今年的油仔哪会无共啊？有够甜的啊！结果逐个就甲亏讲哦，你这油仔嘛对买？伊讲无啊，这我种的啊。逐个感觉足奇怪，是安那迄个油仔？平平你种的，较会前几年的油仔遮歹食，一直到今年的油仔开始无共款啊。伊的油仔开始好食了，过一年，换逐个咧甲问啊，你今仔日油仔，你今年的油仔收成了安怎？伊讲袂歹，所以伊佫开始要寄互人。哇，即摆吼，就有人捧场啊不只是捧场佫问讲一直到第3年的时你会当寄较济互阮的咧，因为伊的油仔真好食。一直到第4年想要佫食的时阮即个医场讲啥呢？讲今年拢无油仔，因为风台来，甲树仔拢总错倒了。逐个就伫遐咧甲讲袂要紧啦，免伤心啦，你会当佫种一摆。结果伊讲啥物？迄是我第一摆报着，油仔要好食。老长的油仔才会好食，然后爱10年才会当成做气候。所以你若食到迄个好食的油仔，迄个长一定是超过10年。超过10年要安怎看？会当看迄个皮，迄个皮结出来，伊的纹路若是较粗的，有可能就是较少的；若是较幼的、较平的，伊就是较老长。然后一个油仔要到好食，至少爱10年，所以我迄阵终于了解，后来是安那后壁迄3冬的迄个油仔，较是真正好食，因为伊迄个油仔长拢总种12年，干那尾仔迄3冬是真正开始要入味，要好食。头前的咧，毋是因为伊技术歹，是因为一丛油仔所结出来的果子要好食，爱10年。后来，我嘛去找一寡的资料，
咱今仔日所读到的即个圣经节内底有讲到两丛树啊，等下有照片。即两丛树啊，第一个伊的翻译无啥共款，但是和合本一个叫做棕树，汉语本的圣经叫做枳树，枳树。啊，然后另外一丛的树啊叫做啥物？香柏树、香柏树，香柏树。咱的迄个汉语本的叫做柏香树啊，柏香树。咱的汉语本的迄个翻译字眼无啥共款。然后后来我较搁找一个，较发现讲，咱伫圣经内底常常会讲到结一种的果子，叫做橄榄油。迄个橄榄油要会当结济结好，伊会当需要20-30年的时间。然后可能伫有着树通查考的迄个树啊，迄个橄榄树上老的老丛，几年叫做老丛，超过100年叫做老丛。亲爱兄弟，要结果子，无亲像咱想的遮尔简单。毋是你今仔日讲要结果子，明仔载就有通食。有人咧讲，以前的人咧讲，一个人的人生差不多就亲像一线式的人生，亲像即个铁枝路，一条一条，一直弄去到尾啊。对你出世开始，然后你有你的童年，要开始大汉，大汉了爱要创啥？我想这是童年内底上痛苦的，叫做去学校读册，受教育。然后读册了后要做啥物？去找头路。找头路了后要创啥物？要找一个对象，结婚生囝，然后有家庭了后要期待囝儿大汉。然后伫你人生过程中间，有可能你拢做差不多某一方面的工作或是事业，然后人生努力最后的目的是啥物？要退休。大家真侪人工作了后，就是准备要退休。我想对着即个退休，我一开始非常无法度理解，可能因为我还阁少年。有一摆，就是要来甲咱台进前，无偌久，有一个过去的会友，伊是教会长老。伊专问我一个问题，迄是参加别人的婚礼，问我一个问题。伊问讲：真实，迄拢我的长辈，真实，恁爸爸吼，即拢咧创啥？退休了拢咧创啥？我就差不多甲伊讲，阮爸爸拢咧创啥？拢四过走，四过说。阮爸爸退休之前，我真少看到伊；伊退休了后，我根本就看袂到伊。伊差不多拢是到机场的时阵，我打电话。真是我要出国啊！你要倒？你要倒？讲啊袂了的时，就讲飞起来啊，伊要走。所以我定定拢会看袂到阮爸爸。然后即个长老甲我问讲：恁爸爸退休了拢咧创啥物？结果我转甲伊应了，伊转甲我应一句讲：恁爸退休拢安尼哦？甲我讲拢安尼。好，我听了就无啥欢喜啊！拢安尼是啥物意思？人退休了应该是安怎？我内底心内有足侪疑问，无啥欢喜讲伊是安那应去。结果伊讲了的意思，他甲我讲，因为我明年要退休，所以我想要问看卖，恁爸退休了拢要创啥物？我迄阵终于了解，有真侪人一世人工作的过程，一直咧等一项物件，叫做退休。但是等到退休的时，伊阁要问另外一个问题，讲退休了要创啥？一般的人，伊伫人生所行过的路站，有可能亲像即个图。即个图伫咱石盘团体，我也差不多捌用过，但是即摆就做一个修正。人人生可能分做几个阶段，有童年的阶段、青少年的阶段，然后一直到你成年的时。这大概是你人生一直头前顶悬行，无论是你的体力，无论是你对这个世界所看见的物件，你一直顶悬在走，然后走到底是上悬，可
可能到中年的时，可能啊，每一个人情形无啥共款，可能到中年的时，你是上阶段的阶段，然后过了男人到40岁就只剩下一张嘴，什么意思？开拢一家会在笑啦，查甫的拢无笑，拢这边会在笑，敢有合理？无合理哦。但是有一个广告就是安尼讲啊，查甫人到40岁全剩一支喙，因为剩的拢是用讲的，要做的无半片。我毋知是安那样呢。但是可能有的人伫即个中间会体会到，人到中年40岁过了后，无论是体力，无论是对世界，你搁要去行你新的路站，也是你要去突破你的人生，拢会拄到一个界限。所以对即个中间，成年的中间了，就开始一直走下坡，行到当时，行到退休的时，然后搁行到当时，行到你年老的时。有的人讲这是过去的人所讲的，这是高峰式的人生。伊伫伊中年的时，行到上界段，有可能伫迄个体力，伫迄个事业，伫迄个工作，伫迄个家庭，拢是行到上巅峰的时，然后人生就开始慢慢要行落山。我毋知影咱是毋是每一个人有即款的感觉，但是我对即个表非常非常不以为然。因为一个人的人生，假使若真正是亲像即落型的，安尼伊上精彩的是人生的前半段，因为伊人生的前半段亲像看到真侪无共款的茫在行，但是到伊上界成熟，囡仔要大汉，伊差不多伫家庭内底已经会当放下一寡重担的时，尤其是你要退休的时，你的事业已经有成就，你伫你家庭内底已经稳定。你会当看见你的囡仔要往对一个方面来发展，然后你慢慢要迈进退休的时，既然是你人生已经行落山，日头要落山的时，这个表我袂当接受，我无介意这个表。但是我看见另外一个度假，这是一个 Richard 所写的一本册，伊后来有翻做中文的，我伫遮袂。无写注解吼，伫我的资料内底有。然后即个人伊写讲吼，人生毋通亲像即款样，人生爱亲像即款样。人生所行的，就是伫你细汉到青少年的时，你一直往头前、往顶悬咧爬。但是到伫你成年的中间，有可能你的工作、事业、家庭到一个程度了后，你会拄着无共款的情境甲压力。我想对现在新的世代来讲，伫即个中间所拄着的，可能就亲像三明治的人生。啥会叫做三明治的人生？就是上有父母，下有小孩，然后旁边还有妻子，还有其他的。所以，伊就亲像一个三明治，伫迄个中间夹甲真艰苦，顶悬后压力，下底后压力。所以，当伊伫人生上界成熟的时，差不多伫即个中间的时，伊的重担非常重，有可能互伊行落山。但是行落山毋是结束，行落山的意思是，你会当去找到你另外一个会当去专注的目标。会当行的路线，会当伫你家庭、工作中间得到另外一种的意外，迄个意外，互咱行出一个无共款的路。然后，你要伫你人生另外下半场的中间，伫你要接近退休的时，行往你人生上界巅峰的所在。有时人会讲，退休毋是人生得结束。退休是一个人特别诚做完美。退休是你当要开始结出丰盛轨迹的时。无论你所有的人生，你的高峰是即种型，还是即
相幸。但是无论你安怎行，有一个上界重要的就是，今仔日决定咱人生故事的是甚物人？是咱。是在咱的手中要来决定咱的人生是要行做是甚物款的。无论你是要行做高风险的，还是要行做波浪型的，但是要伫遮甲咱互相勉励。伫人生上界完美、上界水的时，来用心理学来讲，伊叫做人格统整。咱伫顶摆前半番课内底要介绍过，人格统整最完全的时候，是伫你年老的时。就是接近你退休，甚至是退休了的时，啥物事叫做人格统整？人格统整的意思就是，无论少年脾气有偌大啊，年纪较大的时会较温和呗，正常是会啦。无论你对人生有偌济愿望，但是你行到你年老的时，行到要退休的时，因为你人生的经历，所以你所看的物件是上界实际。你有可能伫你的个性已经经过真侪挫折，所以伫迄个中间也活甲差不多。你有可能伫你的事业也已经稳定，甚至真侪人伫即个中间毋免烦恼家庭经济来源。有个人伫即个中间，囡仔已经大汉，甚至是成家立业。所以你想要搁烦恼，你也烦恼袂着。所以剩一个物件通烦恼，就是烦恼你家己。所以伫即个中间，互人看见一个人格上界完整、上界好势、上界成熟、上界甜的时，是伫你接近要年老的时。然后，即个年老的时上好是当时，就是你。要退休，还是等退休的时，这个时，才是开始你人生的下半段，这是你开始要结果子的时。亲爱兄姐，你的人生是一个甚物款的人生？对伫咱来讲，甚物款的人生是咱所追求的？有真侪人伫伊一生的计划中间，伊最后的目标所计划就是退休。但是今仔日伫即个中间要甲咱讲，人生上界丰盛、上界甜、上界水的时，是你要退休的时。因为迄个中间，才是你伫经济、心、神、肉体，还佫有灵性，甚至咱会去考虑讲，我甲上帝之间的关系到底是甚物？咱伫迄个中间，才是正做人生要开始结果子上界水的时。有个人会伫遐讲啊，我拢老啊，是会当创啥物？但是今仔日，你认为你老无老，毋是用你身份证顶悬的数字来决定，是用你的心态来决定。有一句话讲了足强，伊讲哦，有个人。伊是30岁就已经死，80岁开始观察，啥物意思？意思就是，这是人咧形容台湾的少年人，伊讲30岁就死，因为到30岁时，已经无伊人生的目标甲愿望，伊已经失去伊人生所要追求的方向，甲伊所要追求的目标，但是伊的肉体一直到80岁才死。才入观察，所以有50年的时间，伊毋知影伊到底要行倒位去。今仔日咱所读的诗篇92篇内底，有讲到2种树，和合本内底一个叫做樟树，就是亲像即种叶，它长得有点像女人蕉，然后即种树啊会当活伫真打扫的所在，伊会当定根真深，伫伊的叶仔内底。伊的叶仔有较特殊的构造，袂散水，然后伫伊的茎内底会当储很多的水。你若看女人蕉，女人蕉这个物件，我可能是捌伫分享团体时捌介绍过，伊长得很像香蕉，然后在它的那个茎当中，迄个树叶、金蕉叶，亲像金蕉叶，迄个叶仔内底，你若用迄个
针吼甲拄的，伊会出水。真侪人吼，类似即种真侪人伫迄个打扫的所在，因为即个树啊来得到水分。诗篇92篇伊讲着，伊伫第9节讲，耶和华啊，你看你的对敌，你看你的对敌，的确要灭亡，一切做歹的拢要死散。然后伫第10节，伊讲起你高举我的角，亲像野牛的角。我想伫迄个中间，互人看见的，就是一个人，因为伊所人生经过经历有够长，所以伊看见伊伫世间的日子有真侪人甲伊亲像咧做对的，上帝伫迄个中间用公义来掌管。咱若用12节一直看落，咱会当看见讲，歹人亲像安尼，但是义人呢？义人要亲像樟树，要亲像香柏树。啊，迄个香柏树后来我去查，原来圣经内底所讲的香柏树，咱现在叫的叫做雪松，它是松树的一种，可是它是下雪吼，雪松。我找到即个图，这是伫王府顶悬的图，因为我毋捌去到迄个约旦以色列的所在，所以伫即个中间，伊看见着讲，一人发旺如棕树、香柏树，发旺在我们神的院子里。迄个雪松长出来是像这个样子，有真亲像咱伫北美所看到迄大丛的树啊。然后，佮对着圣经内底的树木看落了，无论是碧香树，也是伊讲着内底真侪树木，用现在名词来对应，差不多拢是松树，还有桴木。圣经内底所写的迄个树，拢是好的树，然后一丛拢是会当活甲规千年的迄种。亲爱兄弟，你的人生当时要结果子？你伫你少年的时结果子吗？我要伫即个中间，甲咱年轻少年人相甲勉励。毋通将你的年轻青春来当作资产用掉，因为亲像咱进前所看的即个图，伫你青少年甚至到你要成年进前，你的人生所行的是一直往顶缘去，所以你无论安怎行，我相信你拢行有路。你会当用你的体力，会当用你的志气，会当用你。通过上帝所赏赐你的聪明智慧，伫即个社会找到一个会当趁食、会当满足你生活所需要的工作。但是我要提醒，伫即个中间，当你将你的青春浪费掉的时，咱爱会记一点：人生真正要结果子的时，是要伫你将要过日的时。所以伫即个中间，我嘛要来勉励伫咱中间真侪。有年纪的长辈，毋通看轻你，亲像年纪已经大，无法度做啥物。今仔日伫2017年才要结尾的时，咱准备要迈进2018年的即个礼拜即个中间，我要重新甲咱三甲来勉励。你若是70岁、80岁，你若是已经进入退休的时，你若是渐渐迈进，亲像人咧所讲年老的时，你来欢喜，因为你即阵才是你人生上界好、上界水的时。你有真好的人生社会经验，你有你真好伫家庭中间真教养的地位，你伫人甲人的中间有真好的培训。你所讲的物件，值得人去思考、人去参考。然后伫你人生所行过的真济，无论是你成功也好，或是失败也好，拢互你有够野的人生智慧，通正做亲像一丛老丛的油啊，你要开始结果子。你的果子毋是进前所结的遐，你进前所结的遐的。无一定甜，无一定丰盛。
你所要行的过程是要对2018年开始，要成做你人生另外一个坎站，迈进人生另外一个高峰。无论今仔日是年轻的、少年的，或是年老的、中辈，咱拢开始学习，看见上帝咧恩待一个人，毋是伫伊年轻少年的时就互伊通有得志的时，反倒是亲像一丛树仔，人看做伊亲像老甲得要高大的时，伊才开始要结迄个好的果子。13节、14节，我想这是咱今仔日真重要，要伫遮要三角来学习的。义人发旺亲像樟树、香柏树，然后要发旺伫咱上帝的园内。伫因年老的时，要搁要结果子，要满足，要上清。这是今仔日咱伫咱的信仰内底，愿上帝去了咱伫伊的殿院内底，愿上帝固守咱的心思意念，伫过去所行正直的路，所做正直的事典观，今仔日你要开始得到报偿，因为耶和华是正直的，伊是招伴，耶和华是正直的，伊要互咱伫伊的园中重新结出丰盛的果子。愿咱伫2018年，无论咱每一位伫咱的人生工作，或是你已经退休的日子的中间，拢总重新设立你的目标，去结果子，重新去思考咱甲囝儿之间的关系，因为因一年一年在大汉，包括我共款，因为你我一年一年在老去。当咱在老，即个世界无等待，即个时代无等待，咱需要头前来学习迈进的要搁真济。愿咱伫2018年互相鼓励，互相扶持，伫主听的内底信仰的帮站，新的年要得到新的果子，咱三个来祈祷。听阮的天父上帝，阮感谢你的恩典，感谢你保守阮经过2017年。伫即年的中间，阮中间可能有真侪人献上感谢，因为伊过了丰富有春，因为你赏赐真侪。伫阮中间可能伫2017年，也过着是一个亲像吵闹的年。伫阮的中间，有可能伫2017年有真济的重担甲挑战，甚至伫阮的中间，有人伫2017年流落真济的目屎。主，竟然阮伫2017年中间有心痛、受伤，需要安慰的，求你差天圣神安慰阮。但是，互阮无累志。互阮继续夜头仰望你，互阮继续看见阮2018年所要跑走的路障，主啊，互阮起来，倚靠你来行。互阮无论阮年纪大细，阮身体如何，求你赏赐阮心内勇壮，互阮对阮家己的生活重新立志。互阮无读圣经的，阮要重新摕阮的圣经起来。互阮运动无够的，阮要重新来看阮要安怎行，要安怎爬。互阮甲人关系建立了无好的，主啊，赦免阮，然后赏赐阮重新开始。互阮身体哪来衰弱，哪来歹行的时，主啊，求你也互阮伫即个中间，阮无累呢，主。求你更加赏赐阮一个服侍你的心，互阮伫教会中间的服侍，重新看见你创造阮的价值。互阮无论阮的年纪，阮愿意为着你来
开正做服侍的器皿。主求你赏赐阮教会中间的年轻少年人以及阮的基督，互因伫年纪较轻的时，就通建立因好的信仰，互因知影伫因困难、欠缺、软弱的时，会当靠主得胜。主求你，互阮年大的长辈，充满着人生经验的人，也通伫阮的教会中间，搁一摆用你所赏赐阮的听、耐心、慈悲、怜悯来款待阮中间每一个人。主求你，互阮放下人甲人之间，阮家己的想法甲误解。主，互阮通三甲参与伫你教会所设立即个大的家庭的中间。主，互阮今仔日拢要搁一摆下愿，我要成做这一份子，三甲来行。主啊，当阮伫今年最后一日礼拜日，阮来祈祷的时，求你赏赐阮教家的气力，互阮伫2018年要跑走来行。求你怜悯阮，求你喜乐气力伫阮的中间。求你，互阮的教会奉你的名来设立，阮每一个人要因为你的名来徛在，阮安尼祈祷，感恩，都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，阿门。